我所拣选的，我的心所欢喜的，我有将我的事奉伊。伊要将公理传互外邦，伊要宣发有出声，也要互法老人听见伊的声。受伤的芦苇，伊要压止；买花的灯火，伊要拍碎。伊照真实将公理传播，伊要清晰，也要实干。直到伊伫地上设立公理，大事拢听候伊家事。耶和华上帝创造遮的天来体归伊，开阔地甲伊所出的，用活气互地上的众百姓，用新魂互行伫迄顶面的人的讲。我耶和华用公义调你，要牵你的手，保守你，互你做百姓的约的中保，做外邦人的光，来开痴迷的目睭，带受寒的出家，互点伫黑暗的出家门。我是耶和华，这是我的名。我无将我的荣光归互万事，也无将我的名声归互雕刻的偶像。看，前个事已经是正，但我也要将新的事讲明。这个事未发起以前，我就讲互因听。圣经读到这。